自2024年2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士师记17章第1节到18章31节。有一个人叫做米迦，住伫以法莲山区。伊对老母讲：“你1100块银，互人偷摕去，你甲迄个人咒诅，搁讲互我听。你看，遐个银伫我遮，是我摕。”伊个老母讲：“愿上主赐福我个囝。”伊就将迄1100块银还伊个老母。后来伊个老母讲：“我要将这个银献互上主。”互我个囝通摕一仙神像，搁煮一仙神像。等我将这个银交你。米迦搁将遐个银还伊个老母，伊个老母就用200块银，互拍金师傅做雕刻个神像甲铸个神像。这个神像豉伫米迦个厝。米迦有一间神庙，搁做以弗得甲家族神像。伊搁甲伊个一个囝设立做祭司。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个去做。犹大个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伊是利未人。暂时住伫犹大支族个地区。伊离开犹大个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通徛起个所在。伊来到以法莲山区米迦个厝。米迦问伊讲：“你对叨位来？”伊应讲：“我是利未人，对犹大个伯利恒来，要找一个通徛起个所在。”米迦甲伊讲：“请来甲我住，做我个师傅，做我个祭司。我逐年互你10块银一套礼服甲食物。”利未人就入去。利未人答应，甲米迦做伙住。米迦将即个少年人看做家己个囝。米迦甲利未人设立做祭司。伊就住伫米迦个厝。米迦讲：“等我知上主要好款待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”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但支族伫找土地做徛起个所在，因为到迄日，因伫以色列人个中间，还未得到分互因做产业个土地。但个人对索拉甲以实得找因本族5个勇士去详细侦探迄个地区，吩咐因讲：“恁去侦探迄个地区。”因来到以法莲山区，入米迦个厝，就伫遐歇眠。因伫米迦个厝附近认到迄个少年利未人个口音，就入去问伊：“啥人带你来遮？你伫遮伫做甚物？你伫遮有得到甚物好处？”伊讲：“米迦款待我安尼安尼。”伊搁请我做伊个祭司。因甲伊讲：“请你问上帝，互阮知，阮个任务会顺利达成袂？”祭司甲因讲：“恁通平安去，上主会帮助恁完成任务。”迄5个人就出发来到拿厄，看到遐个厝民平安徛起，亲像西顿人无欠客，无受人搅扰。因离开西顿人真远，
无甲任何人来往。因倒来到伫索拉甲伊什德中间共支族的人遐，遐人问因讲：恁看了安怎？因应讲：来，咱赶紧来攻击因，阮已经探查过，迄个所在实在真好。恁毋通踮遮听候，着随时来攻占迄个土地做咱的产业。恁到遐就会看到安然徛起的人民，土地开阔，物产阁丰富。上帝已经将迄个所在交伫咱的手。对安尼，但支族600个人带军去，对索拉甲伊什德出发。因伫犹大的基列耶林西边则赢，所以迄个所在到今仔日还叫做马哈尼但。因对遐经过以法莲山区来到米迦因兜，迄5个去侦探拉约地区的人，甲因共支族的人讲：恁检知遮个厝内面有以弗得家族神像、雕刻的神像、甲柱的神像，呾恁着拍算，看要安怎做。因就活去米迦的厝，入去迄个少年的利未人的厝内，甲伊请安。但支族迄600个带军去的人，拢徛伫门口。侦探迄个第5个人入去，将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家族神像甲柱的神像拢摕去。这时甲带军去迄600个人做伙徛伫门口。迄5个人入去米迦的厝，摕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家族神像甲柱的神像的时，这时问因讲：恁咧创啥？因甲伊讲：恬恬，毋通讲话，缀阮来去，做阮的师傅，阮的祭司。你做一个家族的祭司较好，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族、一个宗族的祭司较好？祭司真欢喜，就摕以弗得家族神像甲雕刻的神像，甲遐人做伙去。因就出发离开遐，互囡仔精生财物做头前。离开米迦的厝已经真远，米迦就伫伊的厝边追入但的人。因大声喊但的人，但的人回头问米迦讲：你就是遮人，要创啥物？伊讲：我做的神明，请的祭司，恁拢甲我带去，我还剩啥物？恁哪还伫问我讲，你要创啥物？但的人甲米迦讲：你甲我踮去，则免歹性地人甲你攻击，你甲恁全家拢会无命。但的人就做因去，米迦看到因比伊较强，就活转身倒去因兜。但的人带米迦做的神像，甲伊的祭司来到拉约，用倒刣死遐个平安徛起的住民，搁放火烧即个城。这城伫北利合山谷附近，离西顿真远，搁无甲任何人来往，所以无人来甲因解救。但的人就重建即个城，伫遐徛起，因甲即个城号名叫做但，是用因的祖先以色列的囝但的名号的。即个城较早的名是拉约。但的人就伫遐为家己裁迄个雕刻的神像。
摩西的孙吉顺的囝约拿单，甲伊的后代做但支族的祭司，一直到以色列人狩猎迄日。上帝的会幕伫示罗迄段期间，但的人嘛为家己在米甲雕刻的神像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对士师记后面几章，通看见以色列人的信仰差不多支离破碎，因对上帝的认捌真散彻。免讲爱因尊坦伊的话语，即几章无搁再提起外邦人的压迫，也无指出上做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。士师记17章第6节记载，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。这是一段混乱的时期，人失去敬畏上帝的心，完全反映伫生活中间。17章讲到一个名叫米迦的人物，这个人做真侪荒憾的代志。米迦偷摕伊老母的钱，了后听到老母咒诅偷摕钱的人，惊受报应，就甲钱还互因老母。米迦的老母原谅后生，也担心伊的咒诅会应验，就讲：你着挽回我囝儿着受的咒诅，我要甲这个银献互上主。不过，伊却甲一部分的钱摕去雕刻偶像，偶像就下踮米迦的厝呢。米迦搁做搁较济的偶像含一领以弗得，搁指定伊的一个囝儿做祭司。伊的假秘书是神庙，互人民追求神明的旨意。米迦除了去神庙安排囝儿做祭司，还搁请一位利未人做顾问含祭司。米迦出在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完全无要照上帝的命令做。到18章，搁通看见对个人背离上帝到整个支族背离上帝。但支族为着找求通安居的所在，不惜抢夺伤害别人。因掠夺米迦的家，抢走伊的偶像，以弗得甲祭司。即个支族的人毋愿追求上帝的带领，反正全支族拢去改拜偶像。当因去侵略来一城，屠杀城内的居民，还声称上帝已经将迄个所在交伫咱的手。当以色列人拢想要安怎就安怎任意而行的时，迄就是偌尔啊混乱的境况啊！米迦偷摕钱，伊老母却奉上帝名祝福伊，宣称甲钱献互上帝，却是用来制作偶像。私自设立祭司，搁用钱买受利未人。人用假神取代真神，假借上帝名去伤害别人，这一件搁一件荒谬的事，显示背离上帝的悲惨。安尼人任意而行，祭司变甲无成祭司，利未人无成利未人，上帝的子民无成上帝的子民。当人无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，干那顾家己的利益，自然袂去听人。拄亲像约翰一书第4章20节讲的：若人讲我听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伊是白贼，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？听甲恨是袂当相容纳的，
当人无敬畏上帝，也着袂晓听别人。一旦有人得罪家己，也是互家己感觉袂拄好，着恨恶对方，搁发出惩罚、报复和攻击。远离上帝的子民，任意妄为去伤害别人，却毋知这常时是在得罪上帝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对疼遐看会到人开始实践咱对上帝的疼。默想：当人任意而行的时阵，会产生甚物危险？当人任意而行的时，会产生甚物危险？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求你监察我，互我的心思意念和所讲所做会通一致，帮助我会当疼迄看会见的兄弟姊妹，然后通疼迄看袂见的上帝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使我哋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